阿農說故事：狡兔四窟。山坡上住了野兔一家，過着太太平平的日子。有一天，野兔爸爸從外面回來，很憂愁的樣子，對大家說：聽說來了一夥獵人，時常到這裡附近打獵，不但打野豬、黃麖，連我們野兔也不放過。後山花花他們一家已經被獵人捉去了。那我們怎麼辦呢？野兔媽媽看着自己的一群小野兔，擔心地說：老辦法！野兔爺爺鎮定地說：掘地洞！大家一齊問。野兔爺爺點點頭。事不宜遲，大家立即開工。他們的家本來只有一個洞口向南。野兔爺爺指揮大家掘了一條地道向東，在東面山坡開了一個出口，又指揮大家掘了一條地道向西，在西面山坡開了一個出口。他們足足辛苦地做了10天，大家滿頭滿臉都是泥土，腳倦得抬不起來。夠了吧？野兔爸爸說。不夠。野兔爺爺說：我們還要再努力一下。最後他們又掘了一條地道向北，這是最長也最難掘的一條。就在他們大功告成的第3天，一群獵人來了，還帶來了獵狗。獵人發現了向南的洞口，獵人發現了向東的洞口，獵人發現了向西的洞口。還有沒有？一個獵人問。沒有了，狡兔3窟嘛。我見過的最聰明的野兔，從來不曾有多過3個洞口的。另一個獵人說。於是他們點着了半乾半濕的草，開始向洞裡灌煙。要把躲在裡面的野兔分出來，只要野兔一逃出來，獵狗們就可以立即把它們捉住。這種方法，它們從來不曾失敗過。一陣陣的濃煙不停地灌進去，獵狗伸着舌頭，流着口涎，興奮地期待着。
10分鐘過去了，20分鐘過去了，半小時過去了。煙燻得獵人們自己流出眼淚，呼吸困難。可是連一隻野兔也沒有跑出來。他們不知道，野兔爺爺已經帶領全家從向北的洞口撤退，躲到獵人找不到的地方去了。